A 翻條，唔係67A 59A 翻條碼頭。2559S 都係算喺屯門區嘅。57M 去山景村，58M 去良景村，59A 屯門碼頭啊，61M 去友愛南呢個葵芳村啦。頭先出嚟嗰架67A 都係寶田嘅，67M 係兆康苑，69M 係天使咧，天使真係天水市中心啦。兩條 N 車分別去三聖村同屯門碼頭。265M 同269M 去天恒天恩，因為佢哋停荃灣站係佔 N260呢，其實呢條路線係好鬼兜嘅，47A 去水泉澳路47炒雜屯石，呢個就係葵芳廣場啦個站，40嘅麗城啦，呢個站我講埋啦，我唔爭，咁遲啲咧講時係飛到呢個站啊。如果人係你又翻荃灣西啊。呢度有全名啦江輝維，基本上講過有時唔會再講㗎。A30嘅梨木樹 ，NA30 即係兩條路線得翻梨木樹啦。N252咧就去三聖村啦。47A 去水泉澳，47S 去水石，呢度就可以入到去大窩口村嗰邊嘅。跟住就健全街啦，係呢一堆啦，A32去機場啦。因為啲路線如果重複咗就唔講咁多啦。A32N A32都係機場啦。73S 去如心廣場就係荃灣街。呢個應該1個月前先整嘅，1個月定1個星期前。眾安街啦，眾安街係呢個，但唔係大鴻輝，唔係。煎蛋鰻魚飯做咩？就係啦，眾安街就唔係沙咀道嗰個。你而家買得包紫菜啊？一堆啦49S咧就點都原本係青衣碼頭，應該屬於荃灣站啦。大家去睇下，冇位啊，完全。除非喺青嶼幹線都有整，但如果整青嶼幹線咧，RT 一定唔同意啊。基本上我依家好難搞呢條49S，一係咧就等總之咧要點搞？哎呀，唔知咩事啊，嗨錯仔。呢度40講咗啦，57M 係山景，58M 係良景，59A 同59M 都係碼頭，60M 係屯門站啦，61M 係友愛南，66M 係大興，67A 係寶田，67M 係兆康苑，68M 去元朗西 ，A31 去如心，39M 去荃威，48S 去灣景。53啦，啱啱4街啦，係元朗型點知53就跟咗晒啲走線，呢個就咁講過啦，48S 去灣景。我哋落屯公嘅，我喺加咗屯公嘅嚇。呢個站我要擺4塊牌先擺到嘅我。因為呢個站係一個大型轉車站啦，唔係去屯市啦，58去良景啦，
59H 係屯門碼頭，因為一堆線喺59A、59M 喺荃灣講咗，等我講多次啦，碼頭。60H 係屯門站啊，60M 係屯門站啊，60H 係屯門市中心啊，69M 係友愛南啊，即係屯市。P 呢就係掃管笏，62H 係兆康站南，63H 係鴻福村，66M 係大興村，67M 係兆康苑。交叉線67H 都係啦。252呢就去掃管笏，259D、259H 係寶田，259D 同259H都係龍門居。基本上呢係負 X 線啦，同即係例如259H 同259D為例啦，係兩邊嘅總站都係一樣嘅啫，唔係屯門嗰邊嘅總站一樣嘅啫，但出去嘅總站就唔同啦。200H 係寶田啦，263係列返屯門站啦，260係健身，261係山景 ，SP5A 係屯門碼頭 ，N 車係三聖村同屯門碼頭，59R 都係，59R 都係，20R 就係兆康苑，67R 都係啦，同 N260唔係 N960，好似有啲亂啦。就龍日村啦龍日59A 嘅屯門碼頭，59A、59M、59SP5A、29R、59R 呢一堆全部都返屯門碼頭嘅。A35係機場，N 車係國泰城啦，呢一堆都講過㗎。屯門區站都講過嘅，基本上。兆山苑啦，兆山苑就係呢個站要。基本上呢一個屯門區嘅站冇乜有好講嘅，基本上。俾大家睇下啦。港鐵巴士就唔使俾大家睇啦，因為多數啲九巴多路線啲啦，同埋城巴其他線呢就唔使撳入喺個報度俾大家睇嘅。即係湖碧樓就同蝶心華站一樣嘅。海翠坊係多咗，我係59號 M， 唔係鬼事啫，A33。係啦，跟住呢就屯門碼頭總站。搬到站嗰時呢係冇影響到啲快跑嘅，完全不受影響。咁今集呢就喺呢度啦，下集再見，拜拜。